心情在唱歌啦，去。哎，三妈，阮娘拢袂转来，你这倒球还有倒球？我即摆毋是要做倒球的呢，你顶集都会晓叫我驸马，我即摆常常要升起来做驸马，迄倒球啊，就是我较早做歹命囝的名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驸马，我甲你讲啦，阮阿娘若转来吼，我叫你皇帝就无要紧啦。皇帝哦，哎哟，若去互瘦的地着是较无要紧，去互石上迄款大块地着啊，遐咪无气，我跟你讲，哎呦喂，佮讲甲遐尼好听，无听着哦，人迄郡主哦是甲你骗的啦，甲你当作高山啊大人，你当作讲你真是驸马呢？我跟你讲，郡主伊真正是伫爱我无毋对，因为吼，这一遍我甲伊叫讲去救三马，伊就随时去救三马，伊有这个行动甲看行，真正对我有介意。你即摆讲啥？对我介意，因为我太缘投。郡主讲你缘投，真是真心伫爱你。我听到会吐。你会吐？你会吐，安尼代志你家己办，我要走。莫安尼啦，倒球的啦，歹势死你啦，我讲毋对啦。好安尼，好安尼。啊，讲正经的啦，你有想着无？啊，这人呢叫咱在遮等，咱无去王爷府啊。拜托诶，你当作讲迄王爷府迄款所在是公园哦，会当互咱后辈出入去，咱是村民呢。啊，是讲王爷府一定足水的啊，我足想要来参观啦。呢啊，听我若有一天真正做驸马的时哦，前门若拍袂开，我才开后尾门啊，互恁入来啊，咱来啉烧酒。赞。嘿。我嘛想咧足奇怪呢，嘿，无代无志吼，无缘无故，突然间会什么一个王爷出来啊呢？王爷？对啊，咱遮哦，嘛捌看过啥物大官，尾哪有啥物王爷府啊？有啊，后壁山一间王爷庙。迄是你服侍神明的啦，毋是人啊。哦哟，迄服侍神啊，毋是，我知，我听人迄历史课本拢有写，讲王爷若出巡吼，上惊惊刺激，所以拢秘密的。安尼讲够道理哦。相公，喂，来啊！参见娘囝郡主。哪解啊呢？你安尼你创啥？我发甲你使话哦，你拄到娘囝郡主爱去参见。好，爱安尼哦。预备，Q， 参见郡主娘囝。免礼平心。伊什么意思？叫咱背起来。叫咱背起来就对。郡主啊，郡主。安怎？哪会拢无看阮娘因三嘛？你讲唔对，你娘因三妈都你爱叫三金婆啊。有影吼，就是因三嘛，阮娘哪会拢无看转来？你免紧张啦，来人啦，将六时压出来。是。三妈转来了，三妈转来了。娘。三妈转来了，三妈转来了，三妈转来了。三妈，哎呦，你都已经食到更年期啊，甲人去美容，美容甲即个买水翘。跳你去死啊！像我美容，这是叫人讲啊情话。这样讲的哦。因两讲笑死啊！两个拢徛在咩？不要去甲我扶等伊讲安尼。有影，来，行到那边啊。创啥？安尼啊，阮对你安尼吼翘较整吼，人才袂甲你讲迄行路歹看。即马这算流行，大家拢行路爱安尼啊。来，我送你转来。食好。三只变那像龟咧行咧，行咧有够歹看，未见绍讲行迄型的，垃圾鬼。相公啊，你即摆你是安尼骗人嘞？哎呀，足会着。这一遍哦，你会当去救三妈转来，好，我足有面子的呢。相公，你若要讲这款话，这是应该啊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啊，你讲的话对我来讲袂输敢若圣旨的啊。对，倒球啊，相反做郡主的相公有晓摆无？哎呦，我即摆伫阮迄口罩吼，拢安尼摸下行，反行直转，哈哈，拢无人敢甲我烧酒问。啊，无人甲你烧酒问？那安尼你毋是变臭啦？臭人。安怎啦？无臭的，我无臭人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因大家拢袂搁搞怪。相公啊，
虽然讲你就会当办这件好代志，啊，毋过你嘛免去伤压歹啊，咱做人爱较谦虚咧。我是惊讲哦，就会放恁三妈倒转去，伊毋知会搁找你的麻烦，无你也较注意咧哦。好，我即摆转来了，我一定家己注意哦。姨啊，大姑啊，物件棍子我要来去啊。惊落哎呦，小妹，你看，当作伊是真正的驸马，尾水翘翘翘哦。哎呦，迄三妈去互阮迄个未来的丈人爸，吼，叫人甲讲一下安尼。哎呦，迄两个脚真正啊，正歪歪，行路袂输，敢若水缸要刷位咧。我最好是走转来才美咧。伊个风火头吼，我来外边会去伸到迄棍头屁，尽量闪到边仔，较袂惹伊生气。后这爸，啊你是咱遮的校长呢，啊这一世界拢你的管区呢，你行路安尼叶叶，搁袂输敢若做贼仔咧哈？嘘嘘，叶叶，就是要甲你讲一个秘密啦，讲一个秘密，后天才讲啦，毋是啊？你好转去啊啦！我跟你讲吼，你若无经过吼，阮的三妈即摆叫人讲一个吼，拄啊当风火头，啊若看你无转去伊个醋桶，若搁举起来，就要甲你念头问恢复。你别这么你甲信嘞？对对，过去吼，我就是拢听伊话。这无听咧，对你无好，唔通见怪吼。按即马起，我要做一个正经有气魄的校长。安怎啦？爸，你都无法小咧讲这话，袂输敢若有影哦。若真正安尼吼，我支持你。你支持我？安尼介好。我按即马起，无爱搁听迄骚查某话。若搁听话吼，你有家为着会破产呢。啊？会破产？嘿啊！来，我甲你讲，这吼。拢六家即个迄落厝价啦、地价啦、下坡啦、硬干啦。你摕这是要创啥哈？按即摆起，六家互你掌管。好啊，伊这死老狗，竟敢瞒我，大主大意，将所有财产互倒叫我来掌管。哼，大家才来试看卖。